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月苑青春风，月梦新语，杨婷娜专场今天在我们的逸夫舞台和广大的乐迷朋友们见面了。那么月苑青春风呢，是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上海文心报业集团、上海天蟾经济中心逸夫舞台和上海越剧院联合主办的全面展示上海越剧优秀青年演员的一次竞演活动。也就是说，在接下去的10个月时间里，每一个月都将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在这个舞台上登台亮相。同时呢，告诉大家，我们的这次活动啊，也为很多年轻的编导和我们的幕后工作者呢，提供了一个创作平台。待会儿大家欣赏到的很多新编小戏，都出自于这些年轻作者之手。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第一位在月苑青春风当中登台亮相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徐派小生杨婷娜。那么这些年来呢，确实杨婷娜成长得非常快。我们知道她先后获得了上海越剧新秀奖、小蝶杯上海越剧新秀奖以及粤女争锋的金奖，可以说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这个出生于浙江新昌的年轻女孩，以她俊美风流的扮相，以她高亢甜润的嗓音，在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个风格迥异的人物，那么也编织了无数才子英雄的美梦。而在杨婷娜的心目当中，也有着一个高飞远翔、永远不变的梦。家乡在新昌，有着青葱的山，清澈的水，还有如山水般迷人的越剧。泉水滋润了我的嗓音，越剧编织出我美丽的梦想。
婷娜，今天是你第一次办专场，紧张也是自然的。不过，要成为一名好演员，一定要能全心投入，不要去想别的，想象着自己就是那个正在经历国破家亡的刘晨。老师，我懂了。好，相信自己，你是最好的。开始吧。此情不枉相
陈水呀，你出自为己民众，你这才是大病痛，回国也管判错。这个北帝王哭祖庙呢，我觉得是特别能够展示这个徐派小生唱功的一出戏。大家觉得我们的娜娜唱得好不好啊？哎，我还看到有人举起了“婷娜宝贝儿”的这个字样，是吧？好的。那么我们也相信呢，我们的婷娜一定会越唱越好的，掌声为她加油，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今天第一位助演嘉宾了。今天很厉害，不仅我们的主角杨婷娜是一位冉冉升起的越剧明星，而且我们的嘉宾啊也堪称是明星阵容。那么，首先要请上台来的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位著名王派花旦，掌声欢迎王志平。好帅气哎！哎，真的，今天的王志平跟舞台上的王志平不一样了，既有那个美女的这种妩媚，又有帅哥的这种英俊洒脱。领吗？谢谢。领啊领啊。那其实我知道呢，王志平在很多场合呢也跟我们的徐派小生杨婷娜有过合作。那么这几次合作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能跟我们说说吗？是的，我记得几年前上海越剧院举办的明星福星人的那个专场演出，当时我和杨婷
婷娜第一次合作的是追雨苏管中的一则。在排练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她非常的有灵气，而且很善于和对方交流。我觉得她的表演也是非常成熟的。那么因此也打消了我之前比较担心的会不会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是大老婆小老公的这种局面。是说的很有意思。那我想时至今日，我们的杨婷娜呢，一定是更加的成熟了，对不对？后来我专程去看她全剧出演的《追鱼》，我感到非常的惊喜。我看到了杨婷娜她的那种进取心，是和她平时的努力分不开。特别是她对人物的这种理解和把握，我觉得她有一定的驾驭能力，非常的了不起。看来呢，王志平对这个我们的杨婷娜评价是很高的啊。那么今天作为良师益友来为这个婷娜加油，我们是不是请志平先给大家唱一段，好不好？今天带来一段什么？好，那我为杨婷娜助兴演出，为大家演唱一段《白蛇传》选段《西湖山水还依旧》，献给大家。好，谢谢。
谢谢王志平，谢谢啊。其实呢，我们的戏曲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每个人都是亲密无间的好姐妹。那么接下来我要请出的这位嘉宾呢，应该算是杨婷娜跨越行当的一位良师益友，让我们请出长宁沪剧团的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陈苏萍女士，掌声欢迎。一听啊，也都是你的知音啊，是吧？陈苏萍，我告诉大家，陈苏萍和杨婷娜的关系啊，真的是非同寻常。大家知道吗？陈苏萍是杨婷娜的恩人。这个当中有什么故事？陈苏萍能不能告诉我们？千万不能这样说啊！只不过呢，是我尽了我的力所能及的一件事情罢了。啊，因为呢，正巧不知道可以说不可以说。当然可以说，喜事了那是。因为呢，杨婷娜呢在生孩子的时候呢，正巧是住在我们长宁区的妇婴保健院。对。那么正好呢，我这个院长是认识的。啊。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呢，她难产了。那么后来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双胞胎嘛，是吧？对。我就找了他们的院长，帮了一时小忙，也算不得什么事情的。其实那个时候的杨婷娜和这个陈苏萍还是素昧平生，她是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啊。对，就此呢，我们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杨婷娜呢，我对她的影响呢是非常的好。她呢为人呢比较真实，是，而且呢非常的淳朴，在艺术上呢精益求精，也是我们沪剧的下一代的年轻演员的学习榜样。我觉得是这样。那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杨婷娜生了双胞胎之后啊，精气神更足了。原来也有陈苏萍的一份功劳，没有，是不是？掌声感谢一下，谢谢。那今天呢，陈苏萍呢也带来了一个节目，因为我们知道，作为上海人啊，没有听过沪剧，不会唱沪剧，真的是很汗颜的。那么我们相信下面有很多是陈苏萍的这个沪剧迷啊。今天陈姐姐给大家带来一段什么样的这个选段？今天呢，祝贺一下，为大家演唱一段《燕燕作美》。好，大家掌声欢迎。谢谢，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陈苏萍的精彩演唱，谢谢。接下去的这位呢，我相信在我们金星现场的观众当中也是非常的有号召力的，因为呢，最近由他和钱惠丽还有张咏梅主演的《西厢记》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当中。大家知道他是谁了吗？原派花旦方亚芬，掌声欢迎。哎呦，娇滴滴的美女啊！那亚芬呢？
亚芬呢，跟我们的这个婷娜呢，其实生活当中应该说年龄上面呢是这个师生辈的，但是在生活当中呢是有一个距离。应该说我们是以前他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也去跟他们上过课，应该说是指导过他，对老师辈的。但是在感情上面是情同手足，亲如姐妹，对不对？在你印象当中，婷娜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能不能告诉我？我觉得她是个非常务实的、比较认真、踏实的人，而且比较踏实，也是非常热爱越剧，而且对自己的事业也是非常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是这么一个女孩子。哎，那么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事情在你们的相处交往当中？要说我跟她相处吧，可能也是大家都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平平淡淡当中呢，可能见的真情就比较多。因为我是花旦，她是小生，可能在这方面呢，相处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今天作为她的专场，而且她作为一个是第一个月苑青春风亮相的年轻演员，对一个年轻的演员。所以说，作为我来说，他第一个跟我讲，他说：“老师，我要请你做我的嘉宾。”我一口答应，我说好的。那现在接下来呢，樊婷婷她的专场，他说：“老师，你一定要参加。”我说好的。完了以后呢，他们10个人当中啊，就说不定我的出场率是最高的了啊！下次钱云办专场的时候，我一定请你方亚芬，好不好？好的，好的。那么今天方亚芬为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助兴的？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日子，对，很热闹的、非常欢快的日子。所以说呢，我给大家也带来了一段非常明快的啼笑姻缘约会选段。好，我们掌声欢迎，谢谢。大家的掌声就知道方亚芬只唱一段，今天是回不去的，是吧？这个我绝对是站在你们的这边的，所以方亚芬再唱一段。还是那句话，实际上我早就准备好了。那你不是不让我下台阶了吗？是不是？
那方亚芬接下来田云啊，他的唱啊，腔，他的越剧也唱得很好，大家电视里面都已经看到过的。以后如果田云专场的时候啊，一定要让他各种越剧的流派都要唱一段。对，今天你就不要跟我抢了。对，到时候呢，大家就不要评选什么最受欢迎的那个上海越剧优秀青年演员了，评选一个上海最会唱越剧的节目主持人，好不好？谢谢。谢谢。真的是非常高兴。实际上呢，我刚刚唱的那一段的唱腔啊，大家听了以后看了那个台词，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满意不将品格丢，所以说我们呢，演员也不丢自己的品格，在台上也是像我们老师说的，认认真真的唱戏，清清白白的做人。谢谢。接下来呢，我想为大家再演唱一段，是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老师的作品，祥林嫂选段《青青柳叶蓝蓝天》，送给大家。谢谢方亚芬。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更加的精彩，让我们再度请出今晚的主角杨婷娜，为大家表演非常幽默诙谐的《玉簪记》堆直复考，掌声有请。青山玉苗上，今年算年，闹热七十本，无心虎年。总是做啥分风流事与争光，生命百万，便要花归顾不得故人不如听，临时主考去斩断心思安个脸。苗青师傅是唤潘相公到大殿来见我。是，也请潘相公。问过我连翠花，我是太监哦。
不是哎，莫非何有家事来？莫非好人生于外？那呀恨不能专此不言诉情怀。这儿来也，苦心有几强无这儿见过姑娘罢了，姑娘唤这儿前来，不知为了何事？可惜呀，是可惜呀。我的姑娘有一词儿，那这戏从何来呀？恩可讲子，我儿去往令问府考，咋得高中，却非一戏嘛，就要留恋于此。哎呀，完了！哎呀，完了啊！怎么完了？姑娘啊，这儿并铁钢玉，文章不高，要是勉强赴考，名落孙山，岂不坏了名声，枉费了路子？姑娘，这儿还是来苦再去吧。但我也苦，又要等三载哦。姑娘，这儿休得多虑，去吧。姑娘，你再三逼这儿先去赴考。哦，我明白了，你是牌儿当中，你牌儿当中，你牌儿当中，你牌儿当中，牌儿当中，牌儿当中。去世姑妈她当朝，我为神把心操，几句观众都听听，是望你不公道本长草，对子你不听教训不用心，心当文条坐不牢，上次下去犯了情真，误了先生，叫姑妈与我面目被凶杀。姑娘，姑娘，休要生气，这儿听话，就是你到底去不去？去就去嘛，昨晚差不多。姑娘，不知几日启程？这可启程。姑娘，口考上早，我用这可启程。要你早去令我用心攻读，方可应试。因此，叫你即刻就走。去，暂时到哪里去啊？就近我虽是觐见思乡啊！我已吩咐景文，叫他准备
营长三儿都用去了。哎，到营房去，到营房去做什么啊？哎，做什么啊？到营房去，外聘郑家顾家呀！换他们过来就是苗青师傅说换钟家顾家到大殿为潘相公送迎。是。庙上正在吵架，不必惊动于他。是。妙女妙相妙夫妙能妙为妙就，此到大殿送君拜参。进殿拜过三清铁僧王母娘娘，是众位弟子。师傅，只因我3儿要去领本府考，即刻启程。得混弟子动静，报与他金库告状，转相即请送君拜参。中国
娘知道会保佑你的。娘娘在这里！哎呀呀呀呀呀！娘娘何时搬家了哟？姑娘请伸手，随茶儿一拜，不拜也罢。哎，要拜的，要拜的。去吧，休要留恋于此。我心里有多少话要对你讲啊！快讲，快讲吧，姑娘啊！
背了，不要背了，快去拜笔众家估计。哦，是啊，众家估计，请在小生一拜。刚才的一段逼职复考呢，让我们也感受到了杨婷娜非常精湛的人物刻画和身段，让我们再一次的发自内心的为她鼓掌，为她叫好，好吗？今天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边都竖起了荧光棒，像开演唱会一样，是吧？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再为大家请出一位助演嘉宾。这一位呢很有意思，我们年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用时髦的话来讲呢，是婷娜的一位闺中密友，她的小名儿也叫娜娜。我们掌声欢迎上海淮剧团的邢娜，有请。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邢娜你好，哎，你们好像是不是今天都商量好了，不约而同的穿着黑色的衣服啊？感情你们是上奥斯卡领奖去了哈，是吧？我们是要把更多的色彩留给缇娜。哦，说得好啊，甘当绿叶来了，今天是吧？那我知道呢，在舞台上呢，你们一个是扮的小生，一个扮的花旦，但是私底下却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对，是不是？我跟缇娜呢是已经8、9年的好朋友了，一直都是相处的非常好，而且我们经常
常会在一起探讨艺术、探讨生活，是吗？探讨艺术的时候都说些什么呢？我是很喜欢越剧的，所以呢，我也一直在向他请教，比如表演上啦，或者他唱腔上面，他嗓子非常好，唱得非常好，这些发声的方法，而且我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呢能够把淮剧和越剧放在同一出戏里面，我们俩一起演出。哦，非常不错哈，希望能够梦想成真。对对对，从这个年轻人之间的这种友谊上呢，我们也看得出年轻一代互相学习的这种优良传统。祝愿你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好不好？谢谢。那娜娜今天为我们越剧院的娜娜打气，准备唱一段什么呢？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演唱一段淮剧的古字老戏《哑女告状》选段，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好，谢谢。好，谢谢娜娜精彩的演唱啊，
多彩众长呢，大家知道是越剧的一大特色。那么前面我们欣赏的廷娜的《玉簪记》呢，就是从昆剧和川剧的基础上改编而来的。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也是著名徐派小生钱惠丽的代表剧目之一。大家刚才可能没有看到，我是注意到了，在学生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啊，老师钱惠丽在侧幕条边始终聚精会神地看着，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呀，比学生还要紧张。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就把钱惠丽请上台来听听她对学生今天的表现满不满意？好吗？掌声有请。惠丽你好。你好，我绝对支持钱惠丽今天穿红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学生的专场，学生的专场成不成功是老师至高的荣耀，所以今天也是钱惠丽的一件天大的喜事儿，对不对？黑色呢，比较高贵，红色呢比较喜气。我今天啊和观众一样，非常高兴，一颗红心，但是我多了一点紧张。为什么紧张啊？就是因为学生是很多戏是第一次演，是吧？那是啊，他也是第一次演，我呢也第一次看到他演出，对，所以我非常紧张。对，钱惠丽点评一下刚才的这个逼职复考，因为是廷娜在舞台上第一次演的这个戏啊，今天表现怎么样？我觉得他演得很不错，观众们你说好不好啊？好不好？谢谢谢谢。这个戏啊看起来很轻松，但实际上呢是比较难演的。对，他要把这个人物的分寸把握好，节奏把握好，那确实是对他来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演成这样，真的是不容易。他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而且出来的大家看了，我觉得是经过消化的，是杨廷娜的潘碧珍。老师对学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哈。那其实我们知道，为了今天廷娜的专场呢，钱惠丽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所以军功章里有学生的一半，更有老师的一半。我们向老师表示我们的敬意，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钱宇啊，我只是廷娜的所有的老师当中的一个代表而已。我为她高兴。那么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出戏，就是待会儿呢，杨廷娜即将要献演的这个《陈圆》，也是一出新戏，是吗？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特点吗？《红楼梦》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也是挺难演的。那么这次新创排的《陈圆》呢，它讲的是宝玉成亲以后和出走以前，他和宝钗之间的一段感情交流。这个戏呢，它没有什么大的戏剧冲突，但是呢，这个戏要演好它，要把握好它，也是挺不容易的。对廷娜来说，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廷娜能够把这段戏给演好。当然呢，我们也同样非常期待钱惠丽在这里为大家献唱一段，对不对？那今天为大家演唱一段什么呢？好，惠丽姐。我准备了一段我的恩师徐老师60年代创作的一个戏，叫《亮眼歌》。我是今天第一次在这舞台上为大家演唱。为了我们的学生啊，钱惠丽把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啊！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段唱献给大家呢？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徐派的唱腔和表演，它不仅仅能够演好这个宝玉啊、张生啊这一类的风流倜傥的人物以外，他还能演一些形形色色的不同个性、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这一类的人物。所以我希望廷娜能够多向我们的老前辈学习，包括我在内，真的学无止境。好，我们掌声欢迎钱惠丽为大家带来《亮眼歌》。好，谢谢。女人前面吃青
瘾吗？再来一个啊！是，应该再演唱一段，要听那也有休息的时候，喝口水。那接下来再演唱一段《西厢记》。石见天发葱树叶，石英英小姐每晚必到花园烧香。前夕今夜又把风情，他啥来自？我定能看过十分清楚也。谢谢钱慧丽的精彩演唱，谢谢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也体谅一下，因为呢，我们的老师也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的这个学生，因为我们今天从现场的这种热情支持的这个热度，就可以感觉出现在杨婷娜在观众心目当中的这个人气是很高的。我这儿想问一下啊，杨婷娜的粉丝你们有没有专门的代号，叫什么？叫什么？杨柳丝啊，哎呦，很好听啊！哎，我另外也想了一个名字叫杨盯，就是盯着杨婷娜不放，也不错哈。哎，杨柳丝也挺好听的。好，那么我们现场的杨柳丝和杨盯们，接下来呢，请各位欣赏的就是杨婷娜主演的《红楼梦》尘缘，掌声欢迎。
美美的景色。这是美美的景遇，王娘，林妹妹她已经放过8岁了，已经放过8岁，已经。要进京剧把人梦，一霎时是泪几滴，通通昏我好似真不是梦，抱有此生，永生之意。要将情意一转身不见，你可知我醉意难眠，天上人间苦事。把这来眼前长夜妹妹因儿半死悲凄声。把这来一门太阳妹妹来呀也是孤灯后方问。把这来温温腾腾不愿心，心情秘密怕是真，只愿永中梦中曾与妹妹，桃源也是大思念。此情是情深真是凄凄梦，恰巧难渡这一情。情啊情，情啊情，你诉尽曾经悲与魂，难诉报娘痛恨。情啊情，你弹尽世上委婉情啊，妹妹不再空余影。情啊情，我心已在妹妹去。此旅下一副皮囊，随风飘零，随风飘零。妹妹已经去了，你
婚配，谁愿意不明不白堂嘞？谁愿意混袖乘着金铜王？谁愿意呀一生就成传配？家父恰是年路往，谁能差此披天威？保佑上来世子长，何况他寻归逃去才生归。我不能他不顾，将心比心，真诚在将他珍妹妹
所以不要胡思乱想，这家中，我的口中只有你明白，也只有你体谅兄弟，和我升堂吧。姐姐，还是你喝吧。这是特地为你准备的，你喝吧。这只半年婶婶是冯姐姐送来的，她亲自的。宝兄弟，我也是等死之身。何必再多此一举啊！宝兄弟，你一定把这混在不行，扶上下乱做一段，老太为你操碎了心，老爷更是焦虑万分，情字难完呐！你不用思量，虚幻温暖端要中堂表面文章。情真相见，过尽挂念，思虑心肠。永华富贵长久累，比你辈是肮脏。一个不后同情笑脸相迎，一拜拜机关顺情，人是平丧。宝姐姐，我没有忘记。去比较情分配着性命上，金川古今花园混，名成绩混家境中三郎。必是才一下，一金钱一张大，拿来真情与怜悯，因为一堂堂，再将亲情两心相，情不是他万算好为账，再不信这甜言蜜语，你听他话，你听他话，好兄弟，好兄弟。我伤心。
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他们的心思不就是你的心思吗？事到如今，我还能有什么心思？我只盼望着能让老爷踏放心。宝兄弟，身为神子，不可想父母之恩，为人之道，处世之本，先都知之不顾啊！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了，你与他们都一样。宝兄弟，你千万不能再身心糊涂了。我不糊涂，我不会再糊涂下去了。你们要的不就是一份功名吗？好，我给你们一份功名。宝兄弟，宝姐姐。
从今以后，不用再胡闹了。好，从大家的掌声当中呢，就知道今天我们的杨婷娜确实表现得非常的出色。那么送走了出色的宝哥哥之后呢，接下来我要请出的同样也是在舞台上令大家过目难忘的一位宝哥哥的扮演者，他就是越剧王子赵志刚，掌声欢迎。哎，赵志刚你好啊！千月你好。真的，刚才这段《红楼梦》呢，我们的越剧王子也是从头到尾是看得非常的仔细啊。其实当年我们赵老师和方亚芬主演的这个赵芳版的《红楼梦》呢，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我知道前不久还被拍成了这个越剧电影，是吗？对，交响版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希望能够在今年吧，能够和广大观众见面。好，我们也很期待这部电影啊，希望电影能够获得成功。我们掌声送给我们的越剧王子，好不好？好，谢谢。我们也想来听一听啊，我们的越剧王子眼中的这个小妹妹学生杨婷娜到底怎么样？婷娜呢，应该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非常棒的演员。对。曾经在我的团里也待了很多年，所以呢，我应该对她是非常了解的。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的合作。我知道你们合作过状元那个状元打更。对，我是演爸爸，他是演儿子。他演儿子。对，应该说婷娜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演员。而且她呢悟性特别高。这一点让我非常佩服。我记得她很小的时候就演过那个党马中间的杨八姐。同时呢，又演过像状元打更刚才说到的那个少将军，其中就有一段呢练武，跟妈妈练武，跟他拿着2个锤啊，还有就是搬那个朝天灯，对，那个腿功非常好。还有像那个我们团青年演过的，就是那个何文秀，中间就是有一段开打。对，他当时呢就是演那个张唐和杨妈妈有一段开打，也是非常棒的。包括像接下来的小燕啊，还有刚才那个哭祖庙啊等等这一类的戏呢，他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而且我相信婷娜会越来越好。对，所以她也是一位文武兼备、不可多得的优秀青年人才，对不对？好，那我其实，在今天现场呢，我也看到非常感人的一幕。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上海越剧院的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就是不论多年轻的演员在台上办专场或者演出，都有很多老师在为他们付出心血，为他们甘当绿叶，为他们这个甘心的助演，是吧？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上海越剧院的一个传统，从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家开始就是这样传承的。我就是其中最受益的一位，因为我的2位姐姐，也就是吕玉英老师和金彩凤老师，当年我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是他们带着我演了花中君子、汉文皇后，让我逐步的让广大的越剧观众所认识。对。那么在现在呢，我们很多的青年越剧明星，像惠丽啊、杨萍啊、雅芬啊、志平啊、瑞红啊等等，我们这一代人呢，我们的院领导也是鼓励我们更多的为青年演员搭起更多的平台，所以呢，我们也有了很多的这个明星福星人的这个活动。你看，今天我们刚才那个张海丽，对啊，就是和杨婷娜一起配戏，那样一场戏，应该说是演得非常的精彩。对，所以我们也应该把掌声送给甘当绿叶的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和我们的越剧名家们，感谢他们对于年轻人的这种扶持和关怀啊。赵志刚啊，点评是点评了很多了啊。刚才很多这个女同胞啊，我觉得他们都表示了一下。那么你这位男同胞是不是也应该表示一下？大家说对不对？我呢肯定是要表示的啊。但是呢，我想今天啊机会难得啊。我知道呢，我们的钱云小姐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呢，什么意思啊？唱的也好，吓死我了啊！而且主持了那么多次的越剧专场，你想想看，想不想听听她的越剧啊？哎，你怎么把球踢到我身上去了？曾经呢，我们在私底下交流过。本来呢，他想有机会呢，要亲自扮上来表演一次。但是我想的机会难得啊，是否请钱云小姐先给我们来几句，好不好？
这个我心里说实话有点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个赵志刚的俗家弟子，也跟他学过几句这个《沙漠王子》啊，但是从来没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唱，所以我有点怯场。没有关系吧，唱错也没有关系，对不对？那我要听一听我们表心意。我下面就刚才杨婷娜的粉丝叫杨柳丝嘛，那下面有没有我的前柳丝？有没有？有。好，既然大家那么鼓励呢，我就唱几句啊。不过我这个说在前面，如果唱得不好的话，不是老师教的不好，是我悟性不高啊。掌声鼓励鼓励。大家可以跟着钱云一起唱啊。沙漠王子算命。似无尽儿心悲怆，自己的命儿我自己算，对面坐着是我心爱人，可叹我有梦不能好不好？谢谢，我献丑了，真的。下次办起来再。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听听正版的影派，大家掌声欢迎。好，谢谢。那我就为大家演唱一段尹老师的盘膝所期的《洞房》，送给大家，谢谢。
武双全呢，正如赵志刚所说的是杨廷娜的一大特色。那么不论是这个风流倜傥的潘必正啊，还是英姿潇洒的吕布，杨廷娜演来呢都是栩栩如生。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的是杨廷娜主演的《吕布与貂蝉》中的小燕一折。那么大家知道呢，这折戏啊是杨廷娜的代表作之一，曾经凭借着此剧，杨廷娜一举获得了2003年的小蝶杯上海越剧新秀奖。那么在请出她主演这部戏之前呢，我要请出杨廷娜的一位老师啊，是她呢为了演好这个小燕特别拜的一位京剧名家。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小生演员杨渊老师，欢迎。杨老师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杨渊老师可是师出名门，他的老师就是艺术大师于振飞先生。杨渊老师呢，不仅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京剧小生演员，而且他也是一位很优秀的戏曲人物画家。那么他经常呢在很多的这个国外啊举办自己的个人这个画展。迄今为止举办了多少次的画展了？大约有3、4次吧。有3、4次啊。那么他的很多这个京剧人物画呀，也作为这个礼物被很多的国外友人收藏，是吧？好，那么今天呢，我看到你也带来了一幅画，能够让大家欣赏一下吗？可以吗？说两句。这个京剧大师梅兰芳说过，戏曲跟绘画是2种艺术，是情同手足、一脉相通的。我是个京剧老师，在教学的同时，我喜欢中国画，也毕业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最近呢，越剧院领导让我来复排这个小燕这个戏。我在复排的同时呢，我也画了一张越剧的小燕。我先打开。哦，这个是专门为这个小燕画的一幅画。我来。啊，它有好，哎呦，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啊。看出来了，这个栩栩如生的这个戏曲人物是谁呀？英姿潇洒的吕布。我们这样好不好？不知道杨廷娜现在有没有装扮好？我们把这个画中人请上台来，好不好？掌声欢迎杨廷娜。哇！来，就站在这个画旁边啊，站在老师旁边啊，对。哎，真的，杨廷娜站在这幅画旁边，真的可以说人与画交相辉映啊！掌声再一次送给我们的杨渊老师，真的很棒。谢谢老师啊。杨渊老师也要说一下，这幅画是今天特地作为礼物送给你的这个越剧学生的，对不对？杨廷娜的专场，在杨廷娜的专场之际，我送给她，祝贺她演出成功。好。缇娜有什么心愿要说的？我一定会好好珍藏这幅画，也希望你今天能够演好小燕，不要辜负了好朋友、好老师的一片殷切的希望，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我们的杨廷娜为大家演出《吕布与貂蝉》小燕。连环计。
司徒大人广给陈武林罗进官，今日闲暇无事，他来拜谢。老夫特地为文后准备了业务，替文后送信。文后，请。一
你所闻温厚英明，仰慕色酒，尚在闺中赞叹温厚乃是当时唯一啊！故儿本得温厚今日辜负，则意要为温厚献舞啊！哦，小姐不但在闺中藏障碍，还这一为爱献舞。是啊，小女不但准备了雅舞，这温厚头上的金冠，这金冠哦，也是小女亲手缝制。哦，这金冠乃小姐亲手为不缝制，真是。此次请小姐手不他礼。温厚啊，温厚，难得今日高兴，我不将当着胡老官大转之后也是上来与我们听听啊！小姐面前正好夸口。哎，温厚为民，天下皆知，实色于何方啊？哈哈啊，你可愿听？俺愿听。小姐愿听。好，开幕接来。那一声胡老官爷拜转场。桃园兄弟要与吕布交断肠，那刘关张心中已关成一股股妇女陈高墙，关云长回他刀还是孟不扬，张翼德听什么永在金刚，关于那刘玄德长剑是铁将，想起你人生的三顾吧。面对着桃园兄弟俺对子囊阳，俺一关瓦镜子蛟龙藏爱呀，掀起了青身土豪半夜郎，赤兔马上烈呀，把那铁正长杀世间风卷皇上。尘土扬，一来我往死上了，说不回儿，自杀的刘关张，做着游荡，做着游荡，落了王者这听传闻，竟是温厚时来，皇陵寂静，果然是英勇无比呀！表说有缘得见当世英豪，实是三生有意。小姐夸奖了，夸奖了。哎呀，温厚，老夫刚刚想起少王还有要事之故。哦，既算大圣曹王有事，小将暂且告退，明日再来拜访。嘿，慢嘞，慢嘞，哪有不欢而散的道理呀？新娘小女谁次被办温厚饮酒伺候娘小姐在此。是啊，哎呀，这
是不得吧？哎，我与你那是同家之好，有什么使不得的？阿儿啊，你就在此陪黄文儿，为是区区小来。啊，弟弟，他人，你要快去，快回呀！知道了。小姐，请送，问候请送。此算是英勇也。小姐姐子，历史英勇，就给师傅啊！小
骏马一声声飘绿，想不到吕布今夜与闺中遇，今日有缘来相会，得与你小姐一相对，难得你环顾庙屋一筹眉，夸我敬我是子玉，难得你锦绣放进长彩骨，是我念我乱啊心头，最难得你特地为我云珍去玲珑金冠心一样，是这段深情绵绵是遭遇，这天降奇缘是我吕布先思绪，窈窕淑女君子去。小姐姐子屡次应用，哦，不允我怎样？应用美人结论你问问我好一叫女儿相背，你尽管息怒于他，你问问莫非你却在了？我今罪也啊！问问你还小女死后啊？交错没成也，将小女许配问候，你可怎样？大人，此话当真？好，薛府大人在上，请随小婿一把。不必了。但不知这婚期竟在何日？对我来算算日子，今日许日今日来不及的，明日乃是月季呀，月季也无妨啊，死不得。后天乃是单身，这到哪呀？好，真定16日，老夫亲送小女过府完婚。16日，一定有准。好，岳父大人，小婿这就为父赔礼。